喂，梁思慕，你不会就这么死在这儿了吧？难怪杨曼跟我说，不要试图改变已经发生的事。请坐。杨女士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关于明天进入原始代码世界，我有话要说。你们这次一定不能试图改变原始代码世界里的大事件。这个实验开始之初，我们的设定就是，实验者不能擅自改变原始代码世界里的大事件。就像思慕，他其实很清楚这个实验的设定，但是他却被梁思源影响，所以产生了很多蝴蝶效应。更何况，蝴蝶效应是有代价的。那如果改变了，会怎么样？他的身体其实早就出问题，安全时间只能作为对你们的提醒，却不能限制你，因为我们三番五次的违规使用，不久之后，原始代码世界就会彻底崩塌，而那个时候，你们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知道了。梁教授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原始代码是什么？蝴蝶效应？难道我们已经不在一个世界了吗？难怪我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记忆，原来是哥哥。哥，你觉不觉得我们现在就像回到了小时候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关系还是很好的。小时候我总是调皮捣蛋，有一次我去实验室里，结果不小心把火点着了。后来爸爸妈妈要骂我，是你把责任都揽下了。然后我长大以后，你就对我好严格，我都不爱和你玩了。哥，你知道吗？爸妈走后，我一直都特别想和你说很多心里话，想让你像小时候一样关心我、爱我。哥，我想跟你说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。哥，对不起。哥，科学改变不了过去，咱们放手吧。以后，就算我不在你身边了，你也要好好的。
再见了。先吃点东西吧。月灵哥哥，不知道说出来你会不会嘲笑我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脑海里总会陆续冒出一些我从未经历过的记忆，好多悲伤的画面，有哥哥的，有月灵哥你的，也有我自己的。我的2个哥哥为了帮我讨回公道，不停地跨越时间和空间，受过伤，差点没命。我知道，这些都是想要改变命运的代价。但是，我也想做那个能保护你们的人。我知道，只有我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，才能让一切回到正轨，才能让你们平安回去。反正我从小任性到大，这次就让我也任性一次吧。记住我们拥抱的整个夏天，要相信改变，不以为我该去走自己的路了。我不害怕的，因为我爱你们。今天晚上就让我陪你过生日，好吗？是哥哥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因为工作而忽略你的感受。就让我陪你过生日吧，好吗，圆圆？圆圆，好，咱们不考了。不想考研，咱们就不考。你想找工作，哥哥也帮你找。我再也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圆圆，生日快乐。梁思慕，医生，医生！病人的生命指征在不断下降，怎么回事？医生，病人心跳停了。
老师，老师，思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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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救护车！上哪去？我林玉超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回来人就不见了。果然产生蝴蝶效应了。林玉超，这次你还怎么逃？思慕，你醒了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还是饿了？想不想吃什么东西？我去给你买。圆圆她，思慕，你都知道了。圆圆她知道，只有她的死可以修正代码世界，你才能回来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杨曼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好，我先出去，你有什么事叫我。行了，有备份，别删了。好久不见啊，杨教授。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和你见面。我也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和你见面。哦不，我应该叫你 A 先生。好久不见啊，杨教授。林玉超。哦不，我应该叫你 A 先生。没错，我是 A 先生。天才果然是天才啊！发明了一个原始代码，就能找到我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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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原来天才也会问这么弱智的问题啊！你们所有人都爱问我为什么。小时候，我妈也老问我为什么。她说：“小超啊，小超啊，为什么我那么爱你爸，你爸却抛弃了我？”后来，我遇到了一个我真的很喜欢的女孩子，我记录她最美的一面，我向所有人展示她的美，我只是想证明我有多么爱她。后来呢，她也问我为什么，为什么？不如你们来告诉我为什么？你说你爱圆圆，这就是你爱的方式吗？你拍下圆圆的照片发到群里，让所有人看。你觉得圆圆会认为这是爱吗？别再用你老师那套教育别人了，梁教授。你懂什么是爱吗？你觉得你所谓的爱就是爱吗？你的爱就是在生日给他转账，你的爱就是修改他的高考志愿，你控制他，禁锢他，这就是爱吗？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啊，梁教授？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我不是一个好哥哥，我甚至都没有成为圆圆的好朋友。我多想回到过去，我多想这一切能重来，我多想我能回到过去弥补他。我多想你在现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就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，怎么就是你？你们可定不了我的罪。梁思源是自杀身亡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！闭嘴吧，林玉超！啊！好啊，听不了你的证言，那就曝光你所做的一切，失去你得到的所有。好啊！晨报记者姚晓玲举报原延禧传媒首席记者林玉超强迫诱奸多名女性，并拍下其私密照大肆传播。林玉超，你被开除了，并且公司就开除原因已经向全行业通报。为什么个个都这样？为什么？给我们一个解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个个？为什么一个个都真的我那么爱你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？别碰我！我们分手吧。分手？为什么又是分手？是我做的还不够好吗？我知道了，我要对自己做得更好。我改，我都改。圆圆，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圆圆，你的眼里没有爱意了。爱意，
我曾经把你当成我最重要的人。你说过，你会爱我，包容我的一切。我相信你，可是你把我的裸照当成你炫耀的资本。不是的，可是我给他们看你的照片，他们都说你好美。你就是栀子小姐，纯洁馥郁。为什么他们都明白我的爱？为什么你不懂？为什么？这样，一定是我爱的还不够明显，对吗？我懂了，我要拍下再更多的爱，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爱。我要把所有的爱展示给别人。你为什么要掉下去？为什么不行？我是爱你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我们不像你那么闲。啊，最近新学了个词儿，叫什么？胡咖。我，胡咖，你看不看新闻？昨天晚上的颁奖典礼，我可是得了金曲奖的。哦，不是梁思慕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又开始了，你俩一见面就斗嘴，还挺般配的。干脆你俩一块过得了。梁女士，你可千万别误会。思慕，我亲自修复升级了原始代码，并且已亲身试验过多次，没有漏洞。你们小组可以重启原始代码实验。是遍地的落叶，是你是真的重，是纯白色的花朵流进了领口，是放手，是拥